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我用 Canva 做的海報，主題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。我的海報名稱叫做北魏孝文帝漢化革新民族共融。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海報設計想法。我這張海報是以民族融合、文化合一作為主要構思，畫面風格同時加入了北魏鮮卑的傳統花紋，還有魏晉時期漢人的古典風格，把兩種文化融合在一起。顏色方面，我選用了朱石色、青暗色做底色，再配上淺朱、石青這類傳統國畫顏色，營造出北魏和中原漢文化互相結合的古樸氣氛。至於海報的內容元素，我加入了洛陽城樓、穿上漢服的鮮卑人物，還有《孝經》這類經典書籍當作主畫面。另外，也標上遷都、改變習俗、胡漢通婚、學習禮制這些關鍵詞，讓大家一眼就能看懂孝文帝改革的主要政策。其實這次改革不只是改發制度和生活習慣那麼簡單，更重要是拉近了不同民族的距離，帶動北方文化重新興盛，也為後來國家統一打下很好的基礎。最後，我想說說我最欣賞孝文帝哪一項改革政策。在所有漢化措施裏，我最喜歡鼓勵胡漢互相通婚這一項，因為通婚是拉近民族關係最直接的方法，可以減少鮮卑貴族和漢族世家的對立，從家庭和血緣上真正做到文化互相融合。而且皇室和漢族大族聯婚，不但穩固了北魏的政權，也讓中原的禮儀、文化和生活方式慢慢融入鮮卑人的日常生活。相比強制推行的制度改革，通婚能讓大家從心底認同彼此的文化，影響更深也更長遠，絕對是孝文帝改革裏最有遠見的決定。總括來說，孝文帝漢化改革促進了民族交流融合，讓北方社會變得安定，文化也更繁榮。我的分享到此結束，謝謝大家。